台中市的潭子区户政事务所逼出一位60岁的公务员，伫咧民众申请户口抄本印鉴证明的时，才爱纳行政规费，拢互伊收入去家己的落地内底，拢总清占6万多块。检方昨警察调查终结，将这位公务人员是依照贪污治罪条例、甲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来提起公诉。 民众耐心等候叫号，台中市潭子区户政事务所受理民众申办业务，但是一名60岁的本身户籍员涉嫌为2022年到2023年3月期间，侵占民众纳的行政规费，无核实缴库私吞，扣内部检举，台中地检署在后终结提起公诉。消息一出来，民众感觉真不可思议。没有想到那个还可以收起来，因为那个不是都有规定说要上缴嘛，就觉得好像很多数据都是假的，对。 潭子区户政事务所表示，本人利用民众申请户籍誊本、印鉴证明的时阵，将每一笔10块至20块的行政规费，以加收抵报或者是根本无存档立案的方式私吞。在2023年内部抽查契约的时阵，发现报表异常才别空，后续由检方指挥廉政署介入侦办。就实际上，他给民众是收5张的钱，假设是收5张户籍成本的钱，可是他户政规费收据就只有开1张。 所以就落差4张嘛，就是他这样就积少成多。检察官侦查终结，认定被告方某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1项第1款之侵占公有财物及刑法第213条之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，向法院提起公诉，并申请宣告没收犯罪所得。检方调查，本人不法所得达到60515块，以一日缓刑计算1罪，合算共犯250罪。专案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、侵占公有财物、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，而且未受犯罪所得。台中市府表示，本人已经调离现职，后续会加强契约防备。记者台中报道。